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繁忙的工作停不下的脚步，想要旅行的念头却时不时冒了出来？但是真的能成行的有几回呢？别多想了，现在就出发，体验一个人的旅行途中的各种相遇。租过黑茶的朋友啊，一定都知道，租黑茶的时候有一些小细节，一定也要多注意哦，才能够保障自己还有店家的权益。接下来呢，跟着我要教教你们一些 step to su。老板您好，你好，我想要租一辆黑茶。哦，请问要到哪里去玩呢？我要去大湖，而且我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我想要找一台比较轻巧的黑茶。没问题，我们这边有的。那我带你去看车。好啊。好。你係兩台哦，一台係總田嘅，哦，一台係黑色台嘅，係，也係1600cc，這1500cc。哦，那如果要选黑茶的话，好像要选这辆。你係種黑色黑唔啦？黑色黑唔，因為黑色台。如果你有偏好某种车款的话，提早预定会有比较多的选择哦。不过我自己的话是偏好轻巧一点的黑茶，但无论如何，现一辆七嘎嘎一个黑茶，填妥资料之后，我们准备要去取车喽。提醒大家，这个环节很重要哦。车行的人通常会带着你环视车身，确认黑茶上面是不是已经有刮痕，就代表这些刮痕跟你无关。而归还的时候，如果有新增的刮痕话，那么就可能要赔偿喽。所以就要跟着老板仔细检查，以确保双方的权益。这个音响的地方在这个地方，只要你有 USB 可以插在这里。那冷气的时候在这边。那这电灯的大小在这边。好，还有油上盖这大片。加95无铅汽油。好，我们底下还用寿司搞温的哦。好。现一辆七嘎嘎一个黑茶，准备出发喽！踩下油门的瞬间，等着我们的是向往已久的远行，有点紧张，却又充满期待。现一辆七嘎嘎一个黑茶，我们一起找寻旅行的感动。